云起13年，北王兴师靠大夏将死血。师父！将士们，身后便是我大夏家园，此战有进无退，有死无生。有进无退，有死无生。杀！杀！师父，师父，援军到底在哪儿？此身是苦，乃是家。安哥，娘要食言了。娘，平安害怕，平安不想娘走。安哥儿乖，娘去打坏蛋了。等你学完了上面的枪法，娘就回来了。我学会了，也要像阿娘一样上战场打坏蛋。大夏，安哥。蓝将军，撑住！老二，老二，援军到了，朕来了，你快睁眼看看啊！回莽，死仇！朕要你举国来尝！云起13年冬，镇北将军秦岚力战而亡，顾家军全军覆没，帝悲痛，追封镇国武烈公主，另封其子顾平安为镇北王，世袭罔替，然帝心深憾。怎么回事？我不是战死在北疆了吗？50年后，我竟到了50年后。秦岚，你一个从庄子里出来的庶女，让你替本小姐嫁给顾怀瑾是你的福气，你别给脸不要脸。镇北王世子顾怀瑾，娘，如今的镇北王可是顾平安，是又怎样？你快放开我！把你知道的关于镇北王府的事都说出来。我说，镇北王世子顾怀瑾即将出征，顾二公子是个纨绔。至于镇北王，他早已重病缠身，卧床不起来。安哥病了。惊鸿，兰儿，告诉平安，爹。大胆，敢拦世子车驾！顾平安如今可好？你是何人？竟敢直呼我祖父名讳？顾世子恕罪，这是小女秦岚，常年待在庄子，不懂规矩，还不滚回去！他怎么如此有气势了？跟变了一个人一样。秦大人，请管好你女儿，若再敢纠缠，休怪军法无情。啊，是，我保证走，让她规规矩矩嫁入顾家。一白挂破楼兰，赤子切记平安还。这是太奶奶武烈公主的遗作，此乃家族秘辛，她一个外人如何得知？走。哼，得罪了那位，
这顾怀瑾此去是凶多吉少，顾老爷子也快了，到时我看看顾家如何消政。就是，爹还是你儿聪明，让秦岚嫁过去守活寡。不好，我要马上回顾家。我死时战火纷飞，如今已是太平盛世，不知安哥怎样。哪个不长眼呢？哟，这是哪儿来的美人啊？莫不是故意往小爷怀里撞的？断了！你松开！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行径，你爹娘怎么教你的？你谁啊？我是郑国公府的二公子，你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小命不保啊？你就是顾二？顾家怎么出了你这样举止轻浮、色令智昏的纨绔？带路，去镇北王府。自投罗网，进了我的地盘，看小爷怎么收拾你！顾奶奶，您息怒啊！这边请。安哥，顾家门风流落至此，你这些年究竟过得如何？请，就是这儿啊，这就是我们顾府，您慢慢看。来啊！将这个擅闯王府的刺客给小爷拿下！给我往死里打，让他知道这镇北王府啊，究竟是谁做主。等抓到他了之后啊，小爷我定要将他。想如何呀？误会，我刚刚是想招待您的。顾家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铁骨铮铮的将门，怎么就养出你这种油滑懦弱的孬种？姑娘，咱有话好说，您到底是哪路神仙？总得让我死个明白吧？当街调戏民女，依照顾家家法第7条，鞭30，你认还是不认？不，你凭什么用我家法管我啊？我爷爷那是郑国公，我太奶奶那是武烈公主秦岚。不知错不认错，就算今天你爷爷在这儿，我也照打。我们家43公满门忠烈，你敢打我？打的便是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孬种！吴爷爷，快来救我！吴爷爷，你孙子要被人打死了！洪将军，不好了！二公子被来历不明的妖女绑在树上，正严刑拷打。什么？竟敢动我师傅的孙子！带路！洪亮，对，我洪爷爷那是大夏第一战神，捏死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怕了吧？师傅，我何时才能够成为像您一样顶天立地的英雄？师傅，元君到底在哪儿？洪亮，当年那个爱哭鼻子的毛头小子竟还活着，还成了战神。住手！爷爷，顾家满门忠烈，我之柱石，谁敢在此欺辱顾家后人？没有我师父武烈公主，就没有我洪亮今天。谁敢动他的后人，便是与我洪亮为敌。师父，洪爷爷，快救我！我跟你讲，这妖女邪门的很。你与我恩师武烈公主是何关系？洪爷爷，
您老眼昏花了吧？我太奶奶都去世50年了。魂归附体这种事情我自己都不行，还是先见了安哥，再做打算。洪亮，在，带我去见顾平安。带路。是。齐了，这小姑娘仿佛师傅一样。不是，我还在这吊着呢。洪爷爷，你真不管我了？安哥，你要回来了。我的安哥怎么变成这样了？平安塔，哎呀，半月前突发旧疾，一直昏迷至今，太医也束手无策，只说时日无多了。先出去，我和安哥单独待会儿。哎，走，走啊你！爷爷，我。娘，平安在家等你回来。安哥，娘对不住你，娘之前答应你要陪你一起长大，还要看你成家，是娘食言了。不对，这不是旧伤复发，这是中毒。谁？奇怪，莫非我看错？顾得水，这几日除了太医，还有谁给安哥诊过脉？小爷，我凭什么告诉你啊？府医都来瞧我，说爷爷是年老体衰，油尽灯枯。呸！小爷我怕他做什么？胡说！这明明是慢性中毒，有人想要你爷爷的命。去把府医叫过来，再取一套银针。你是自己去，还是我亲自请你去？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爷爷，妖女，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若他有半分差池，顾得水跟你同归于尽。急什么？毒血已经逼出，再好生温养几天，人就醒了。哎呦，神了！神了！王爷的脉搏变得强劲有力，姑娘真乃华佗在世啊！安哥，娘一定会查出背后下毒之人。邪门，看着比我还小，手段怎如此骇人？喂，你到底是什么人？按辈分，你应该跪下来叫我一声太奶奶。啊，你占小爷便宜！听着，即日起，王府侍卫增加3班，12时辰不间断守护王爷。西院给我收拾出来，在王爷苏醒之前，我就在此住下。无事，你凭什么发号施令？你，好嘞，都听太奶奶您。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二少爷，查清楚了，这秦岚就是那个与大少爷有婚约的秦家庶女。好啊，这母老虎名义上是我那未过门的大嫂，实际上想当我太奶奶。
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搅黄这门婚事。嘿嘿嘿，秦岚，看小爷不吓破你的胆。装神弄鬼，我看你还是太闲了。别打了，我错了。文不成，武不就，心性浮躁，顾家的未来要是交到你手上，该如何是好？爷爷，您快醒醒吧，孙子都快被人欺负死了。你要去哪儿？离家出走。我去给我爷爷抓药。对，抓药。抓药。把他们就采取土了，快，把孩子给我！你敢动孩子，除非我死！好，那你就去死吧！滚！镇北王府办事，再让小爷看到，打断你的腿！是。多谢公子，多谢小姐，不必言谢。香宝，别哭啊！他那么瘦小，刚才怎么敢？为母则刚，护犊之心可战胜一切。有娘可真好啊！你娘？她呀，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上战场了。虽然我一直哭着喊着求她不要去，可她还是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娘是英雄，但我也想做一个有娘的孩子。我有的时候其实挺恨她的，凭什么她能保护得了大家，却不能给我一个家？多谢公子，多谢公子。顾府的药。我的安哥儿，怎么老成这样？娘亲，娘亲，平安害怕，平安不想你走。安哥儿，娘这辈子对得起大夏，对得起百姓，但唯独亏欠了你。娘，安哥儿又梦见你了，你是来接我的吗？安哥儿，这不是梦，娘真的回来了。阿娘，这不可能！我阿娘去世多年，眼前这女娃不过17、18岁，但是她怎晓得我的小名啊？不对，小姑娘，你和我娘的确有几分神似，可这样的玩笑可不能乱开呀。娘之前答应过你，等你练完这上面的枪法，娘就回来。对不起，是娘食言了。我们安哥这些年一个人长大，一定很累。这些只有娘才知道。难道你真是我娘亲？可你为何如此年轻啊？我当时战死沙场，不知道为何就变成了这样。可能是上天怜惜我，让我再见你一次。我就知道阿娘不会骗我，阿娘舍不得我，一定会回来找我的。他们说你战死了，
顾家枪法实在是前面3式我都练完了，可是这最后1式我都不敢练。我把最后1式练完，你就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娘回来了，以后无人再敢欺负我家安哥。阿娘，我已经尽力放心了。阿娘，爷爷，你醒了。青姑娘，按照您给的药方煎好了。娘，阿娘，儿都长大了。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孩子。阿娘，你的2个曾孙你见过了吧？德水还有怀瑾，都十分的乖巧懂事。德水，我已经见识过了。爷爷，就是他。你是不知道，在你昏迷的这个期间，哎，这个女人，她打我，骂我，她还羞辱我。你要给素儿做主啊，爷爷！混账，给我跪下！听到了吗？我爷让你跪下。小兔崽子，我说的是你。爷爷，我是你的亲孙子，德水呀。她还是我的亲娘。什么亲娘呀？爷爷您糊涂了吧？她是我大哥未过门的媳妇儿。这具身体确实和怀瑾有婚约。这不乱套了吧？你赶紧去秦家把这婚事给我退了。可是秦家那边……可是什么呀？秦家算什么玩意儿？也敢做我阿娘的主？快去！这老爷子莫不是被我毒傻了？是。德水这孩子，你是怎么教的？娘亲，他爹娘死得早，所以我就难免溺爱了一些。可是他平时在我面前还是十分乖巧的。惯子如杀子，此子顽劣，去严加管教。以后就送去国子监，由我亲自督导。都听娘的。爷爷，这事儿有蹊跷啊！闭嘴！那你好好休息，娘明天再来看你。一切都听娘的。你赶紧跟上去呀，去照顾好你太奶奶。大嫂怎么就变成了太奶奶啊？走。明日随我去国子监，不能再让你游手好闲下去。不是，秦岚，你真把自己当太奶奶了？你叫我什么？太奶奶。乖。二少爷，甭管太奶奶是真是假，国舅爷看了之后，就是头可好了不少啊。要不您就什么救？我堂堂顾家2少，哎，被他欺负的脸面都丢尽了。我是孙子，是曾孙子。你说什么？没什么，乖就要了。你等着，等我大哥回来，看看怎么收拾。顾平安认了秦家庶女做娘，哼，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千真万确，顾老爷子像是被毒傻了。傻了？皇上让我杀了顾平安，如此看来，这效果比杀了顾平安还要好。太师言之有理，太上皇虽然退居深宫，但余威犹在。若一直让顾家掌权，顾家不除，皇上岂是难？等顾怀瑾战死，顾家就只剩下一个傻子和一个废物。顾家这次真的要彻底完了。Kuch da ishaim, eftlich boitos, arolent, manchalant, teilige bolino, mach tluch, grinnut, grilloyla, halef tai shangor, anha oring herminola, bidung yim gai hai, ormoba, kolunga orgail junla, zuf.娘亲啊，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
顾家精锐，以后就由他们保护你的安全。是。我上次跟爷爷要过侍卫护院，他都不给。还有这10万两银票和一些这个珠宝文玩啊，以后啊随便花。10万两，我1月的月钱才100两。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秦姑娘的话就是我的话。是。娘亲啊，既然得水也交给你管教了，那他以后每月的吃喝用度就由你来掌握分配。不要啊，爷爷！既已接受，那便叫声太奶奶听听。我，太奶奶，乖。有本折水。得水啊！哎，以后切不可再逃学了，由你太奶奶给你亲授学艺，才是你天大的机缘。爷爷，国子监那个地方，去，我去，我最喜欢读书了。明日我同你一同前去，正好去看看50年后的国子监是何种光景。得水呀，把你太奶奶照顾好啊！渴了递茶，热了打扇，累了捶腿。不是，凭什么我要伺候他呀？凭我是顾家子孙，照顾太奶奶，天经地义。来，太奶奶，来，您坐。聒噪！要不是我的钱都在你手里，我至于伏低做小吗？哎，听说呀，太上皇和皇上捧在手心里的朝阳公主，今日也来进学了。朝阳公主驾到！哟，这不是国子监的垫底英才顾二公子？今日什么风把你从温柔乡吹到这圣贤之地了？就是，不好好在家守着你那半死不活的爷爷，跑出来干什么？秦言，你……哎，顾二，别动怒嘛，大家这也都是为了你好。如今顾家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全家上下可就你一根独苗了，你可千万别做出什么事儿。你放肆！国子监何时成了你们嚼舌根、乳中粮的菜市口了？顾家满门忠义，岂容尔等诋毁？你是何人？哼，我知道了，你怕不是顾得水养在外头，上不了台面呢。行啊，顾二，不声不响，金屋藏娇啊。不是，他不是，他是公主殿下息怒，此乃臣家中庶女秦岚，疏于管束，冲撞凤驾。逆女，见了公主还不跪下！哦，公主，我乃大夏最尊贵的朝阳公主，奉父皇之命，特来督察尔等研学。还督察呢，怕是来添乱的。你嘀咕什么呢？我是说，公主您凤仪万千，才学嘛，定是八斗之才。你敢讽刺我？齐祭酒，上前。秦祭酒，顾家威震东高，早已是父皇的心头刺。公主深意，微臣明白，不知需要微臣如何配合？简单，让顾得水和白狼当众比试，本公主要让顾得水滚出国子监。微臣定让公主如愿。此事你若办成，那父皇那儿你便是头骨。殿下放心，
我的文章可是韩丞相亲自指点过的，对付顾德水那个草包，简直轻轻松松，游刃有余。还有他身边那个不知死活的贱人，风残竟然拿那种眼神鄙夷本宫。放心吧，一定会让那个贱人跪在你面前，磕头求饶。诸位，皇上与太上皇特意为本次月考天才候名者将获得武烈公主秦岚亲笔所书的百战奇策。武烈公主，那可是武备楷模，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呐。我爷爷常说，武烈公主乃我大夏守护神，若能得到公主的遗物，此生无憾啊。前几酒既有奖赏，岂能无罚？依学生看，这冒名者应当滚出顾子家。不二，你说是不是啊？白狼，你这分明冲我来的！哎，优胜劣汰，天经地义。怎么，你顾家不是号称满门忠烈？怎么到了你这一辈儿，连这点胆量都没有了？什么武烈公主，不过是败军之计。至于顾家后人，更是位立寸步，图享祖印罢了。哼！赵青瑶，你辱我可以，你辱我太难，我跟你没完！你敢直呼本宫名讳？顾德水，今日你若输了不恭，本宫便禀明父皇，将你的顾家这一个大不敬之罪。糟了，冲动是魔鬼啊！他这是要借题发挥，把顾家往死里整。怎么不敢比了？现在跪下来磕3个响头，说你顾家是废物，就讽刺。比就比，小爷，我还怕了你不成？鱼上钩了。比就比，小爷，我还怕了你不成？就以花字为题作诗。来了，你先来。好，既然你自取其辱，本公子便成全你。折花逢一时，寄予陇头人。妙啊！借花寄情，意境高远，格调清雅。白公子真乃我辈之中翘楚。不愧是连韩相爷都赞赏有加的人，此事一出，谁与争锋啊？顾二，到你了。现在磕头认输啊，滚出国子监，或许还能留住最后一丝颜面。哼，怎么连打油诗都做不出来？看来这镇北王府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谁说我做不出来的？哼！你们都给我听好了。院里牡丹开的骚，比那舞女妖还妖。摘揪朵塞她发间绕，逗得美人咧嘴笑。看来勾栏瓦舍没少去，这次给他点教训也好。不堪入耳！这是从哪个勾栏瓦舍学来的淫词艳调啊？大家都看到了，这就是顾家子孙的真才实学。武烈公主在天有灵，怕是气得能从陵寝里坐起来。胜负已分，顾德水，滚出去！凭什么？我也是做出来的。你们就是人多欺负人少。死到临头还嘴硬，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厉害。给我摁住他！你们要干什么？从这儿钻过去，我就向公主殿下求情，饶你一次。给我钻！钻呐！哎，武烈公主一世英名，终究后继无人啊！
会儿。谁敢坏小爷好事？救我！我不想钻裤裆。我看今日谁敢让我顾家儿郎受这胯下之辱！我顾家的门楣，岂是你们这群蛇鼠之辈可以践踏？姐姐，你疯了吧？你自己不想活命，别连累我们秦家。逆女，赶紧跪下，给公主请罪！顾德水，你一个堂堂7尺男儿，竟然要一个娘们儿给你撑腰！切！是顾德水自己输了不认，在场的大伙都能作证。你自诩才高八斗，那我就与你比一场，就比作诗，如何？上朝没机会除掉你，自己倒是送上门来。我3岁启蒙，5岁成诵，得韩丞相亲自指点。你一个乡下庄子来的庶女，拿什么比？凭你那张脸啊？就凭我是镇北王府的家主。秦岚，你就算嫁过去，也不过是个小的，竟然如此大言不惭，敢拿镇北王府的100年基业做赌注，还不快下跪认错！江南，我知道你能打，但是作诗你行吗？不然我就钻一下，反正也……你深系镇北王府荣光，更是王府的未来，此事绝无退路，唯有前进，不可退缩。白狼，我拿镇北王府的未来和你赌，我若输了，镇北王府上下即刻起退出京城，永不返朝；你若输，就和他一起滚出国子监。一个乡下庶女也配跟我谈论是非，自寻死路。金兰，赌约虽大，但你口说无凭，你一介庶女，身份卑贱，凭什么代表镇北王府？你若输了，镇北王府又岂会认账啊？白兄所言极是，必须立字为据，否则便是儿戏。我说他能代表镇北王府，他就能代表镇北王府，谁有异议？好，孤儿公子既然愿意把全部的身家性命押上，我便成全你。来人，笔墨伺候，将赌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在这白纸黑字上，免得你们日后输哭爹喊娘，死不认账。看清楚，按上手印，宣无戏言，落子无悔。等一下，一介庶女怎会有如此自信？莫非其中有诈？她一个弱女子，要是武斗，必定全无胜算。我要改成武斗。哎，不行，你们这不是耍赖吗？自古以来都是文武双斗，刚才你们文斗输了，现在我们改成武斗，又有什么可说？不堪比了！现在磕头认错，给我滚出国子监！武斗可以，但得按我的规矩，胜者生，输者死，签生死状。白狼，你敢接吗？好，比什么？辕门射戟。辕门射戟，自古以来便是旷世神器，难如登天。怕什么？她不过是一介庶女，懂什么射箭？况且你师从大夏第一战神，骑射一绝，难道还会怕她不成？好，就比辕门射戟。
这，嘿，还好意思说自己什么奇射一绝？一绝！四大夏建国以来，除了武烈公主，再无第二人能射中井上小环。她一个庶女，难不成还能比武烈公主厉害？就是，连白狼都射不中，她秦岚更不可能。此去凌星门，不少于120。若我能一箭射中井上小环，你们便愿赌服输，以命来抵。哼，口出狂言。不是。哦。哇，这怎么可能？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今日不杀你，是不想脏了我的剑。在这世上能做到辕门射戟的，唯有一人，恩师武烈公主。谁赢谁输？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等睥睨天下的欺负，他绝不是秦岚。作弊，他一定是作弊了。公主明鉴，白公子骑射天下一绝，怎么会输给一个庄子里出来的庶女？你们这是无耻！够了！秦祭酒，这剑一定有问题，一定是作弊。不，此剑霸气冲霄，志在乾坤。大夏建国100年以来，何曾见此惊世一剑？此等武功，绝非人力可及，这定是天授，是鬼神解他之身降临凡尘。什么天授鬼神？我看他一定是提前换了剑。好一个国子监，藏污纳垢，攀附权贵，残害忠良，此等人间污浊地，不配叫我顾家儿郎。我们走。只可惜，某些人这一辈子，也只能在这深宫中坐井观天了。站住！辱我国子监，便是对陛下不敬。没错，你敢走，我就禀明父皇，让他灭你九族。那就让你父皇亲自来见我。站住！爹，您来的正好。韩宰相，此女秦岚对皇室不敬，设场舞弊，请韩相主持公道。韩相最恨欺世盗名、投机取巧之徒，你死定了！学生韩琦，拜见老师。什么？秦岚是韩相的师傅？韩相，秦岚是下官一贱妾所生庶女，韩相莫非是认错人了？不会错，只有老师才有如此的气度，他就是我的老师。老师，你终于回来了！韩琦，放开我亲娘！爷爷，这怎么可能？威名赫赫的一品镇国公，竟然
叫秦岚阿娘啊，老夫7十有余，还从来没看见过有人敢欺负我顾家的人。你们的胆子倒是很大呀！顾平安不是已经痴呆了吗？怎么？阿拉头，这么没羞没臊，一把年纪了还哭哭啼啼的。是，子凤失态了。无妨。爷爷，就是他，刚刚欺负我跟秦岚的。什么？哎，郑国公是武烈公主之后，你若得罪他，皇上还好说，太上皇他不会轻纵你。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我都喜欢秦岚这个女人。娘亲，你怎么样？没伤着吧？小兔崽子，怎么保护你太奶奶的？我，安哥儿，不是让你在府中休息吗？怎么还是来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娘？这真的是师傅？当然是了。你们3个那边站着去。是。疯了！大夏王朝最尊贵的3位大佬，竟然对一个小姑娘俯首帖耳！这个小贱人，定是借着顾家的事勾引了将军。读书是为了帮助弱小，为了大夏的将来，而你们拉帮结派，欺负弱小，简直枉为国子监学子。秦岚，别以为爬上了3个老东西的床就可以无法无天了。我可是当朝公主，我才不怕。就是你这卑贱的庶女，仗着自己有几分手段，蛊惑长辈，真当自己能骑到公主头上了？哎，放肆！你别以为你是公主，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安哥，不必多言。娘她，公主，请回吧，愿你服输。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他没有资格。丞相有。喝水，执笔。来了。朝阳公主赵清瑶目无尊长，结党营私，枉为国子监学子，现逐出国子监，永不录取。韩琦，你别以为我不敢去父皇那里告你。还有你，狐媚妖术也敢在本公主面前放纵！你们几个是非不分的老家伙，明明是秦岚舞弊，你们居然敢赶公主走，真是不把皇室放在眼里。明明是殿下，国子监颐指气使，滥用职权，殿下怎可倒打一耙？秦岚、顾德使，还有你们3个吃里扒外的老东西，都给本公主等着！别有此理！他把百战奇策带走了。无妨，那书本就是我写的，他们带走又能如何？兰儿，你作为国子监祭酒，眼瞎心盲，偏帮偏信，助纣为虐，简直枉为人师。当如何处置？按律革去大祭酒之职，有风录用。那就这样办吧。我是你父亲啊！秦岚，我爹再怎么说也是你生父，你竟敢如此羞辱他！别以为你抱上了顾家就无法无天了，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秦岚，你敢打我！你逼我替嫁，还替朝阳欺负顾家，这巴掌该受。既然公事处理完了，那就处理一下私事。秦国，今日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兰儿，为父刚刚还……秦老狗，你是听不懂人话吗？你是要自己签呢，还是老夫的人来给你签呢？啊！我签。行了吧？
再让老子碰见你，我宰了你！滚！你们两个胆小如鼠，哪有你们父辈当年一丝的风骨？韩琦、洪亮，给我滚过来！你们二人教子无方，当罚，但为师念你们年纪已大，体罚就免了。去把《训子经》转抄3遍。是，师傅，我就说了吧，我才是我娘心中唯一的乖宝。哎，还有你，得水长成今天这样，你负主要责任，你抄10遍。我10遍。至于你们的孙儿，他们只是受人蛊惑，还不是没劲，但仍需加强管教，按国子监规鞭40，并打扫督测1个月。韩琦、洪亮，还在等什么？还不醒醒！师傅！金汉豹对平安下毒之人处在顾家内部。顾家内部，不可能是得水。不好了！啊，老爷，不好了，大公子回来了。怀瑾吃了败仗了？大公子打了胜仗。胜仗？那你这么慌张干什么呀？大公子不谙世回朝，在进京之后遭人暗算，现在还在救治。什么？父皇！莽莽撞撞，成何体统？父皇，儿臣今日本想替父皇分忧，将顾得水逐出国子监，借机打压顾家，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秦岚。秦岚？就是许给顾得水的那个秦家庶女，平日里倒是孱弱的很，没想到今天像是变了个人。韩相那群老臣竟也帮他说话，把我们皇家脸面简直踩在脚底。自武烈公主死后，韩相对顾家是百般看不上，怎么会帮他们？顾家那个老头醒了，而且顾怀瑾如今手握兵权，说不定这天下可是真的。父皇息怒，打蛇打7寸，秦岚就是顾家那个7寸，不如咱们借此把他囚在宫中，以此来牵制顾家。朕被你皇祖父掣肘很久，若是能借此机会逼顾家交出兵权，那老头子就没有底牌了。宣秦岚入宫。秦岚，这次我要让你和顾家死无葬身之地。怀瑾，有无大碍呀？大哥，你怎么样？爷爷，小弟，并无大碍，都是些皮外伤。府医说静养一段时间，便无大碍。无大碍就好啊，那就好生休养，坐。怀瑾啊，你知道刺杀你的人是谁吗？我没看清。查，给我狠狠的查！真是不要命啊！安哥，你年纪大了，不能动气。娘，我知道了，我又忘了。爷爷，你怎唤他阿娘？这，怀瑾，我差点忘了给你介绍，这是你的太奶奶，快叫太奶奶。爷爷，你老糊涂了吧？她怎么能是我太奶奶呢？大哥，她真是我们太……小弟，你也被这个女人蛊惑了？爷爷，您的意思是，秦岚是我太奶奶？还是从50年前穿越过来的？不仅如此，还穿越到了同名同姓。大哥，你的未婚妻身上。这太荒唐了！小弟，爷爷胡闹也就算了，怎么连你也跟着一起闹？你个兔崽子！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安哥，
怀瑾跟你小时候一样倔，没关系，他年纪还小，还能教。啊，虽然打了胜仗，但我观他似是灵智未开，多勇而少谋，恐怕暂时还挑不起镇国公府这个千钧重担。秦岚，你凭什么一句话就否定我所有的努力？大哥，太奶奶她真的能。小弟你，从今日起，顾怀瑾交出镇国公印，通知镇国公府上下接替我阿娘的命令行事。爷爷，你快去拿来！拿来！娘亲，太奶奶，不如我帮你保管如何？这光泽，哇，这质量，我一定会揭穿这个妖女的真面目，绝不能让爷爷被她骗。大少爷，大少爷，我看到秦岚在碗中倒入了一包药粉，正拿给老爷喝呀。我把药换成了砒霜，秦岚，大少爷骁勇善战，你死定了！不能喝，这药不能喝。兔崽子，这药怎么就不能喝了？他在这碗里下了毒。放肆，把剑放下！陈叔亲眼看见他把一包粉末倒进了碗里，他绝对是下毒了。不可能，这碗里要是有毒，我怎么可能现在还好好站在这儿和你说话？你喝了？对呀，已经喝了半碗了呀。爷爷，哎呀，难道是毒发了？秦岚，把酒交出了。防无妨，尝尝。娘亲的身手不减当年呐！外人三言两语就方寸大乱，不去查明求证就妄下定论，说你勇多智少，说错了？阿娘问你话呢，你哑巴了？陈叔从小把我拉扯大，怎么会是外人呢？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实话告诉你吧，程记在我碗里下毒，幸好被你太奶奶看到。本来我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谁知道被你这个逆孙给搅了局。怎么可能？陈叔在顾家几十年，一直忠心耿耿，他怎么会是……罢了，再蠢也是我顾家长子，把人带上来。是。这是北莽族的子嗣，陈叔你别叫我陈叔。你们这些大夏血统低贱的下等人！顾平安，你以为你赢了吗？你知不知道50年前那场大战，你娘是怎么死的？程记，说把当年的事情说出来，我可以留你一个全尸。当年秦岚那个贱人将我北莽儿郎几乎斩杀殆尽，眼看胜利在即，却忽然断粮，援军也迟迟未到，你可知为何呀？此等大夏秘辛，你一个蛮子是如何得知？你到底是谁？可笑啊！你们一整个顾家都被你们大夏自己人害死的！后日的蛮子，宰了你！
狗日的蛮子，我宰了你！无妨，让他继续说下去。可惜呀，秦岚被誉为百年不遇的奇才，最后竟死在你们大夏自己人手里。也只有你们血统低贱的大夏，才能做出如此自毁长城的愚蠢之举。他要服毒，拦住他！滥用草之毒，劝邪伏虎，无药可解。到底是谁？你快说！大夏的下等人们，你们接着灭掉你们大夏的，有我太不活一会儿。是谁？是谁？太奶奶，你看我写的这幅字帖怎么样？这是怎么回事啊？长叔怎么躺在地上？死了！上旨到！奉天承运太上皇诏曰：秦氏女秦岚文采斐然，武艺超群，特封月华宫女师，专事教习后宫内眷。明日入宫亲此。秦姑娘，这可是大夏建朝以来第一个太上皇亲封的女士，接旨吧。想不到这秦岚竟如此优秀，就连皇上都对她青睐有加。林公公，秦姑娘年方20，怎敢托大去皇宫教习皇子皇女？王爷，这可是太上皇意思，难道你想抗旨吗？臣女秦岚接旨。你非跟来干嘛？朝阳不一定是什么坏，我得来保护太奶奶呀。更何况有我在，这皇帝老儿得忌惮一点。若我不想进宫，无人能逼我。当年我10万顾家军死的蹊跷，最有可能就是宫中那位的手笔。你是说皇上？请二位在此处稍作休息，公主即刻便到。这是公主寝宫，外男不得入内。得水，快走！你们好大胆，竟敢擅闯公主寝宫！周清瑶，顾得水，你果然是京城第一玩物，简直是色胆包天，连公主寝宫你都敢闯！来人，把他们给我抓住！怎么？国子监丢的脸，朝阳公主可是要用这种龌龊的手段找回来。你果然是蠢，连死到临头还这么硬气。我们是皇上请来的，你凭什么抓我们？皇上好心宣你们入宫，你们却擅闯公主的寝宫，行苟且之事，被本公主撞破，简直是大逆不道。孤儿好歹也是名门将后，或可留其一命，而你，区区一个秦家庶女，定难逃一死。死？你去过边疆吗？你见过死人吗？你知道尸阵巨赫、血满长城是怎么来的吗？我怎么知道？我大夏万千将士用鲜血换来的，竟是你这种居于深宫闺院，整日里只知道勾心斗角的蛀虫。他们生来卑贱，本就应该保护我们这些皇室宗亲。想不到50年后，你们赵氏后人
竟堕落至此。你们3个还怕她一介女子吗？快给本公主拿下！太奶奶威我！看来在国子监教训的还不够啊，朝阳公主。秦岚，你想干什么？我可是当朝公主，你不能杀我！你还不配我出手。皇上驾到！父皇，你要为儿臣做主。这个贱婢不仅擅闯儿臣的寝宫，还想杀了儿臣。好大的胆子，在朕的皇宫内对公主行凶！你是想造反吗？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公主殿下造谣诽谤，污蔑我与顾得水行不轨之事。我只是替皇上教育教育不懂规矩的公主，何来造反一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朕看你是信口雌黄，污蔑皇室才对。来人，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给朕拿下，打入天牢！皇上，是朝阳摄局陷害我们的。陷害？朕只相信朕亲眼所见。顾得水，你和此女一同擅闯公主寝宫，本就是同罪，还敢在此狡辩？我没有，我们受了您的旨意入宫，这地方是宫女引我们过来的。哼，都说顾家二公子行事荒唐，如今竟为了一个女人，都敢在朕的面前撒谎。顾平安教不好你，朕就替他教。把顾得水拉出去，重打100鞭。什么？这次你不死也得惨！皇上，我没有撒谎，我没有撒谎。走！我看谁敢！他为何与武略公主如此相似？不可能，是错觉。你们顾家是要公然与朕作对了。臣女并非与陛下作对，只是今日之事如果传出去，怕是会寒了天下将士的心。你在威胁朕？臣女愿以一己之力担保，只求陛下放顾得水一条生路。你有什么资格跟朕较？就凭我能做顾家的主。看来周阳说的没错，只要控制住这个女子，顾家尽在掌握中。好，朕今日就放顾儿一条生路。不，我不走。太奶奶，我们要死一起死。走，我走。哎呀，爷爷，您坐会儿吧。坐什么坐？你太奶进了皇宫，我能安心吗？看你这样子，老子就心烦。爷爷，不好了！皇上把太奶奶囚禁在宫中了。你说什么？姓赵的小子居然敢动我阿娘！你，马上调大军回京，老子要造反！爷爷，你竟然为了秦家一个庶女要造反？什么秦家庶女？那可是你秦太奶奶！哎呦，你这个不孝子，白眼狼！爷爷，你太着急了，这造反呀是最后一步。小弟怎么连你也……哎呀，大哥，不如这样吧，爷爷，以您的身份，您亲自去皇宫一趟，皇上肯定会把太奶给放了。切，你这什么狗脑子？那姓赵的小子明显就像隔山打牛。有了，那小子抓我阿娘，老子去找他爹。爷爷，爷爷。阿兰，此去北邙，万事小心。朕等你凯旋，为你庆功。好。
太上皇，顾平安在外求见。让他进来。是。太上皇，你赶紧去月华宫救救秦姑娘吧，她被皇上囚禁了。顾平安，你一把年纪了，为了一个小姑娘莽莽撞撞的，成何体统？她不是什么小姑娘，她其实……你真当朕两耳不闻窗外事吗？这女娃是顾二未过门的媳妇儿，也是个混不吝的。朕知道，这些年来你们顾家做皇上的磨刀石，让你们委屈了，但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玉不琢不成器呀，正好也磨练你们顾家的锋芒。如今皇帝做事，朕不可能横插一手。回去吧。今日您不去月华宫救她，我就跪死在玄德殿。够了！一个秦家庶女竟能让你如此方寸大乱，还有一点阿兰的样子。哎呀，她不是什么秦家庶女，其实她就是我的亲娘啊！什么？阿兰？阿兰真的回来了！我的阿兰，她真的没有死。您只要见到她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来人，快驾月华宫！大胆秦岚冒犯圣驾，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好，灭九族的大罪，我顾家手握20万重兵，皇上大可灭一灭试试。你以为朕不敢？你是当年的楚王赵勇，不知50年前大夏战败，可有你的手笔？还有，当年的太子呢？被你杀了？你鸡派胡言！这女人怎么会知道50年前的那桩案子？按理说，知情人都被灭口了。是不是胡言？一查便知。我秦岚在此发誓，定会为死去的10万顾家军战士讨回公道。来人，把他给朕拿下！住手！父皇，你怎么过来了？秦岚，你死定了！我皇爷爷是不会放过你。你是阿兰？赵轩？父皇，朕把皇位传给你，就是这么治国的。一个女子动粗，是忠良于险境。父皇，您听儿臣解释，是这个秦岚妖言惑众，还意图行刺公主，所以儿臣才……皇爷爷，这个秦岚屡次羞辱于我，你怎么能轻纵了他呢？都给我闭嘴！皇帝赵勇，御下不严，教子无方。从今日起，禁足承乾宫7日，没有朕的旨意，不许踏出宫门半步。皇爷爷，你不是来替我做主的吗？为什么帮这个贱妇？难道你也想被禁足？滚！有人，奴才在。送皇上回宫。是。阿兰，我们坐下说吧。你究竟是人是鬼？对我来说，昨日还是云起13年，我正率军与北莽鏖战，一觉醒来，却已是50年后。50年，你不是战死，你只是迷路。当年顾家军的兵败，你的死讯传来，朕听信谗言，以为太子有通敌之嫌，一怒之下，这废了太子，将皇位传位于楚王赵勇。我顾家军战无不胜，岂会兵败？此事另有隐情。什么？当年援军迟迟未到，我顾家军陷入孤立无援之境。顾家军是被北莽活活拖死的。我怀疑是赵勇，他造谣太子通敌，并与北莽里应外合，一手策划了我顾家军的惨死。不可能，
朕当年膝下无子，特意过继了2个品性纯良的宗室子。是与不是，一查便知。好，朕信。但是赵勇毕竟是大夏皇帝，若无正决，定会引发朝堂动荡，大夏内乱。我知道，到时北莽定会趁虚而入。我需要时间，也需要你的帮助。朕的一切都是你的。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朕都快是个80岁的老头子了。还有7日，就是朕的寿宴。你回来吧，你还是当年那个性子。当年，朕终究是来迟了。若朕能早点到，何至于？阿兰，朕寿宴那日，你能穿一身红吗？当年你出征前，最喜欢穿朕送你的红衣。我现在不穿红。太上皇也真是老糊涂了，居然如此信任这个妖妇。再这么下去，当年的事情迟早要暴露。陛下莫急，还不急。倘若顾家和太上皇联合起来，朕的这个皇位还坐得稳吗？臣已经安排好了，待宴会那日，定能狠狠地打顾家的脸。到时北莽使臣也会到场，祝陛下一臂之力。好，正好到时禁毒期满，朕要看着顾家万劫不复。父亲来信说，皇上被太上皇禁足了。啊，被禁足了？看来皇上屡次对顾家出手，已经触犯太上皇逆鳞了。太上皇一直不肯放权，皇上也是被逼无奈。如此看来，只要太上皇在，顾家就完不了。是时候拉拢一下顾家了。这次太上皇的寿宴正是好时机，我特意求了父亲，让嫣儿进宫跳舞祝寿，正好和顾二培养一下感情。不错，秦岚那个逆女是指望不上了。如果嫣儿能成为顾二夫人，那顾家就好掌控了。娘，顾二可是出了名的纨绔，我不愿意。嫣儿，都什么时候了，还耍小孩子脾气？好了，嫣儿，咱们一家人的生死就全靠你了。哎呀，是啊。许些日子未见，这秦岚竟出落得如此气度不凡。这秦姑娘当真是风华绝代啊！是啊，我要让秦姑娘教我剑术。哎，这变脸的速度比那唱戏的都快，看来这顿打没白挨啊。不过想要巴结我太奶奶，得先问问小爷我同不同意。伺候好小爷了，到时候我在我太奶面前多说说你俩的好话，怎么样？诸位，请共同举杯，祝太上皇万寿无疆，祝陛下龙体安康，祝我大夏国泰民安，祝太上皇万寿无疆，祝
陛下龙体安康，祝大夏国泰民安。众爱卿请坐，今日是朕的寿宴，不谈国事，众爱卿随意随意啊！谢太上皇。走。草民有一女，特准备一支舞蹈，为太上皇贺寿。哦，有心了。得水，快看，一边弹琵琶一边跳舞哎！没空。孤儿公子，你觉得我跳的好看吗？乞丐，妨碍到我夹菜。你真是一个不解风情的臭男人！这秦国都把女儿推出来了，你镇北王府深受皇恩，不知给太上皇准备了什么舞蹈呢？白太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顾家乃将门世家，粗鄙不堪，能有什么精巧心思？该不会什么都没有准备吧？哦，对，是老夫唐突了。父皇，您的寿辰举国同庆，这镇北王府居然连个舞都没有准备，藐视皇权，亵慢清淡，这是没把您放在眼里啊！怀瑾重伤出狱，顾平安年事已高，这一局看你们怎么接。臣女替顾家为太上皇献上一段剑舞。大胆，竟敢在宴会公然拔剑！你是没把朕和太上皇放在眼里吗？无妨。好，此次出征，不退北莽，誓不还朝。兰儿，我和平安都等着你，一定要平安归来啊！一曲舞剑断杀发，兵临城下万剑发。兰儿，你还是那样意气风发，而我早已不再年轻了。啊！大胆秦岚，竟敢剑指父皇，莫不是想要行刺？就是，看你明明就是想要戕害皇爷爷，请皇爷爷立刻擒拿秦岚，以正效尤。你放屁！那是剑舞，舞剑，你懂不懂啊？住口！休得无礼！父皇，秦岚公然拿着剑指着你，蔑视皇权，蔑视天威。若是以后众人都有样学样，大夏天子威严何在？这秦岚献完舞也不第一时间谢礼，真是没有教养。没错，皇爷爷，他就是在践踏我们大夏皇室的尊严，你就应该立刻将他关进天牢。哼，秦岚，你完了！朕的寿宴岂容你这种外臣之女搬弄是非、构陷忠良？我不是故意的，是公主殿下。住口！摇儿跋扈，就是你这种人撺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像你这种心思歹毒之辈，就不配留在宫中。来人，在！把他给我拖到殿外，罚跪2个时辰。另外，再加罚抄写《忠烈传》100遍。抄完要呈给秦岚姑娘过目。是。走。走。秦国，教你不放，罚你白银5000两，充作顾家军军需。再犯，并把你逐出京城。谢太上皇开恩。赵阳，太让朕失望，取消你督察国子监职务，削减半年俸。另外，再罚抄女诫20遍。皇爷爷，如果你再敢恃宠而骄，惹是生非，朕就让你父王收回你朝阳公主封号，贬为庶人。是，孙女记下了。兰儿，秦岚姑娘受惊了，赶紧歇着吧。大家都坐下吧。报，陛下，启禀太上皇，北莽使臣前来贺寿。什么？北莽狗贼，当年害我师父战死疆场，如今还有脸来敢贺寿？今日我非宰了这帮兔崽子，为我10万顾家军报仇！洪亮，休得无礼！师父，他们可是北莽啊，是当年害死你的仇人。今日是太上皇寿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岂能因私怨毁了大夏的礼数？坐下。是，师父。选。是。见过皇上，见过太上皇。小人奉北莽大王之命，特携漠北雪貂100张，东海明珠10壶，恭贺太上皇圣寿无疆。北莽的贺礼，朕收下了。来人，赏北莽使臣御酒1壶，锦缎10匹，代朕谢过北莽大王。谢太上皇。这是，此乃我北莽第一勇士巴图鲁，他曾徒手搏杀巨熊，更是我北莽大王座下最骁勇善战的将士。巴图鲁，竟然是他！当年在边关，他可是让我夏朝吃尽了苦头。听说他曾以夷敌十，连战我大夏数员猛将。镇北王和洪将军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今日是太上皇寿辰，巴图鲁特来献上我北莽的贺礼。什么贺礼？皇上英明，我北莽素来崇尚强者，巴图鲁愿与大夏的勇士们切磋一二，共襄盛举。不过切磋总得有彩头才行，我北莽愿以云城为主，若巴图鲁输了，云城从此归大夏管辖。北莽永不滋扰，若你们输了，那就割让10城给我北莽。放屁！我大夏男儿何曾怕过你们这帮蛮子？今日我洪亮就来领教领教你的高招，为我顾家军的兄弟们报仇。洪亮，退下。师父，我太上皇，臣愿请战，我大夏国威。就凭你们，身丧败将也敢言勇？顾平安，还记得当年在云城外是如何狼狈逃窜的吗？洪亮，你连我的汗毛都伤不到，何必自取其辱啊？哼！嘿呀，顾王爷和洪将军都这般英雄气概，可惜呀，人家巴图鲁勇士怕是瞧不上你，这该如何是好？大夏无人了不成？秦岚，你不是在国子监大放厥词，说你是他们师傅，现在这北莽勇士就在眼前，你怎么不上去露露？还是说你只会耍弄嘴皮子，根本上不得台面？既然公主殿下如此看得起我，那这比试我便应下。
女子怎么长得和武烈公主如此相似？好，不愧是……这比武我应下你，但和她比，这未免太掉价了些。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你还不配我出手，我只需暗中指点，他们3个便可赢你。狂妄至极！让他们3个上，这不是胡闹？巴图鲁可是北莽第1勇士啊！他是不是急疯了？这简直是去送死啊！这是在唱哪出戏？莫不是让他们3个去给巴图鲁挠痒了吗？我看你是害怕，在找替罪羊。钱兰，你若是输了云城，担得起这责任吗？聂女，你不要命，别牵连秦家。太奶奶，虽然我平时挺能打的，但他也不是个善茬呀。你看他那个狼牙棒，比我腰都粗。是啊，巴图鲁他非同小可，我们真的行吗？你们这是怕了？可笑！你们大夏是没有人了吗？一个女人，3个书生，我看你们干脆认输，乖乖割让时辰给我们北莽算了。可有把握？有我在，绝不会输。若我今日让云城丢了，便提头来见；但若是我们赢了，你们便要将云城还给我们大夏。好，朕信你。狂妄的大夏女人，今日我就让你看看北莽的勇气儿。你们听我指挥，一会儿就清场了。娘亲，要是你还有什么后招，就赶紧拿出来吧，不然正式开始比赛，恐怕就来不及了呀。你安心坐着吧。哎，就死！看吧，废物就是废物，才一招就被打死。你们敢伤我，敢砸死你们！这便是百战奇策中的困龙阵，得水扰其心，寒风追其细，宏伟孤其力，3人一体，攻守兼备，以小博大，以巧破硬。巴图鲁天生神力，但久战必疲，且他轻敌傲骨，这便是他的破绽。这怎么回事？巴图鲁怎么连他们的防线都破了？就是现在！巴图鲁，巴图鲁勇士，你怎么样了？使臣不必担心，我们大夏向来以礼待客，不会伤及客人的性命。你们3个还不快谢太上皇隆恩！好，好，好！我大夏竟有如此少年英才，何愁不行？顾得水、韩风、洪伟，
你们三人今日立下大功，朕重重有赏。谢太上皇隆恩。是吧？此女不光与恩师相貌相似，竟然连这气质都如出一辙，莫不是恩师转世了？北王急先再退，得令了。好，将士们，我们大夏又胜了！你是师傅？你们两个酒囊饭桶！师傅，我终于找到你了！什么？满朝文武竟然都向我太奶奶下跪了！这满朝文武都疯了不成？怎么回事？朕竟然也想跪！北莽若得知师傅传回来了，定会派出杀手不死不休，不能陷师傅于危险之中。幸甚至哉，百战齐策，后继有人。我朝老臣念怀武烈公之忠勇，特此跪拜。对，朱爱卿不忘我朝先烈，朕甚感欣慰啊！朱爱卿，起来吧。我这膝盖不受控制，莫名其妙一软。是啊，这秦姑娘也太像师傅了。还好有韩大相公解围呀。今日没有实据，动不了白山，更没法牵扯出皇上，只能先放他们一马，再仔细调查。与使臣开个玩笑罢了，使臣不必介怀。想不到我列公主之后，大夏人才辈出，是小人冒犯了。站住！赌约，秦姑娘，赌约方才切磋，只是玩笑吧，何必当真？使臣刚才可是代表北莽和大夏打赌，赌约一座城池，使臣这是忘了，还是看不起我大夏君臣，想赖账了？赏！谢太上皇。又让那个秦岚出尽了风头。公主殿下息怒，若不是那秦岚，这尽显芳华之人，定然是殿下。就是，那秦岚算个什么东西？所以，我等为殿下排忧解难来了。排忧解难？正是。父亲得知殿下正在为今日寿宴之事苦恼，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秦岚。是又怎样？你能帮上什么忙？靠你那三脚猫的功夫吗？别忘了，你已经是秦岚的手下败将了。公主殿下说的是。但我等庙堂之人用的最多的是这儿。狼儿，此乃逍遥伞，是老夫花重金从北莽求来的，只需少许就能让人承幻成意，欲罢不能。你是说让我给秦岚下药？非也，只要让那顾二圣公，秦岚必定相救。到时我们布下天罗地网，他秦岚任有三头六臂，也难逃出殿下的五指山。白家祖上原来是从北莽迁过来的，难怪和北莽有关系。娘亲，喝茶。爷爷，爷爷不好了，小弟不知被秦烟施了什么法，赖在烟馆死活不肯出了。烟馆？恳求爷爷派兵，我想前去拿人。哎，
现在顾家由你太奶奶掌家，什么事向她请示。秦姑娘，太奶奶叫太奶奶。太奶奶，万分火急，求您排兵。带路。请。这逍遥散可真是个好东西呀！当然是好东西，没有这逍遥散，我北莽如何能控制这么多大夏蠢货？来一口嘛。感觉怎么样，顾二公子？好东西。顾二，你不是不近女色吗？今天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猛男提泪，欲仙欲死。再来一口。不得水。太奶奶，你来的正好啊！我发现了个好东西。姐姐，你怎么来了？你看看。走，跟我回家。秦岚，你算什么东西？你凭什么带顾二公子走？闭嘴！秦岚，我说错了吗？你一个庶女，不要以为傍上了镇北王府就飞上枝头了，不过是一个以色示人的。你胡说什么？这是我太……不行，来不及了。秦岚，我跟你说话呢。聒噪！太奶奶小心！秦岚，看你这次往哪儿跑！白狼，波儿，别来无恙啊！大胆！你敢当众行刺？这燕馆方圆数里皆是树林，事后人去楼空，谁知道你们会死在这里？秦岚，我承认，在京城我是不敢动你，可到了这儿，那就由不得你了。就你，凭你还没有那个胆子做这样的事。你身后是朝阳公主吧？她可真是锲而不舍。我跟你这将死之人没什么好说的。秦岚、顾怀瑾、顾得水，因上次在月华宫之事心生怨念，已与行刺公主，给我上，保护公主。秦岚，这是我特意从塞北找的亡命之徒，跟宫里养尊处优的侍卫可不一样，你死定了。保护好她。秦姑娘小心。秦岚人呢？秦岚，你没死？想不到秦岚的功夫竟然如此高强。三番五次置我顾家于死地，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放开我！秦小姐，不可！秦岚，这乃是当朝公主，快放开！我还没有蠢到当众刺杀公主的地步。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别乱来啊！外面还有人呢。这是北莽人的纹身，看来这白家早就通敌北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再对顾家下手，下一次就没人替你们求情了。就是，饶命！走。太奶奶，咱们真放他们走啊？
因为我要引蛇出洞。哦，秦岚，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人这么对过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陛下放心，我已经命人在香炉里放了毒，此毒男子不爱，女子沾之必死。秦岚，你死定！娘亲，得水怎么样了？这是北莽的逍遥散，成瘾性极强。太奶奶，你没事吧？无妨，先看看得水怎么样。二少爷体内的毒素已经清除了大半，不知道秦姑娘用的什么方式解了此剧毒。这是药方，接下给得水服用。这药方妙啊！有了这药方，二少爷定当药到病除啊！太奶奶，你我都是习武之人，你是不是用内力清除二弟体内的毒素？这会伤及心脉的。无妨，休息几日就好了。太奶奶，太奶奶，娘亲，来人，救太医！哎呀，娘亲啊！娘亲，你们干什么？哎呀，娘亲啊，都怪我没照顾好孙子，得水那小子让你操心受伤了。二弟所做的事，为什么打我呀？我打你先练练手，等那兔崽子醒了，我再揍他。师傅啊，你可千万不能再有事了呀，我们再也经受不起了呀。老师啊，这镇北王府儿孙亡库，不如老师到丞相府好生调养调养。哎，你个小萝卜头，你怎么和那太上皇一样坏呀？整天想抢我娘亲呀！啊！还不是你那两个不孝孙子！以老师的武功造诣，大夏第一高手都伤不了他的。有问题！快！来，怎么样？秦姑娘身中奇毒，又使了内力，使心脉受损，不可轻视。哦，好在我这里还有一种修复秘方。哦，只是眼下还差一味药引。缺什么药物？赶紧说，上天入地我都把它找来。在这大夏国内，没有我丞相找不到的东西。对，还差一味童子血。童子血啊？这屋里人太多了，你们先出去。是。快走！哎呀，这童子血，我们几个老年人就不要想了。哎，你们几个，哎呀，一脸肾亏相，我一看也不靠谱。我上次出征前已经从了郡主了。你个不争气的！啊，我只知道你和郡主从小青梅竹马，没想到你小子一脸清纯，背后藏挺深啊。嘿嘿，韩风，你来，
我们韩家的家风啊，那一向是洁身自好的。爷啊，我16岁认识了方小姐，便已经去了。你个逆子！16岁，造孽呀！你还好意思说我？啊，我去找太医献血。这小子，你这拿的什么呀？啊，还有你这个，你这，哎呀，你这好意思？娘亲，你看，我给你拿来了极品燕窝。师傅，我把7年血莲带来了。老师，我给你带的是1000年人参。我只是生了场小病，不是要死了。师傅，告诉我是谁在害你，我亲手手刃了他。我怀疑是白山。白太师？白山是北莽人。什么？朕最近怎么听说你在外面很不安分啊？甚至连朕的瑶儿都受到了惊吓。皇上恕罪，都是那秦岚害的。起来吧，都是小事儿。谢皇上。这么客气，以后朕还要多多仰仗你呢，你说是吗，铁木儿？还是说朕应该叫你南苑大王？陛下，您在说什么呀？老臣怎么听不懂啊？别装了，真以为朕什么都不知道？朕既然肯坐在这里跟你说话，就不打算追究。起来回话。朕这里有个合作，不知南苑大王有没有兴趣？大皇帝请讲。朕不知道你来大夏有什么目的，朕也不想知道。朕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替朕解决掉顾家。如此看来，大皇帝与我北莽的目的是一致的。云城是你们北莽在寿宴上输给我大夏的城市，朕要你们提前在云城安插伏兵，届时朕自会让顾家出征。可这云城守卫森严，我北莽将士该如何进入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朕会以边境护市的名义开放云城，到时你们假扮成商人进入即可。大战一旦开打，我们就可以和外面的将士里应外合，灭了顾家。不错，事成之后，云城我大夏自会双手奉上。谢陛下。和边境护市是好事，对两国都好。这边境布政使，你打算任命谁啊？回父皇，儿臣打算启用白太师的儿子白狼。他倒是伶俐，但是不可。放肆！国家大事，其中你在这里指指点点，来人！慢着，阿兰，你过来。阿兰，你为何不同意任命白狼为布政使？因为这白狼是北莽人。什么？北莽人？秦岚，你可知道诬陷朝廷重臣的后果？是不是诬陷？把他叫来一问便知。父皇，这定是有人栽赃诬陷。白太师忠心耿耿，怎么可能是？住口！他虽已年老，但并不糊涂。秦姑娘既然这样说，一定有她的道理。怪不得那白狼长得跟个野人似的，原来真是蛮夷啊！想不到朕的身边竟握着这样的毒手。父皇明鉴，就算白山是北莽人，我们现在也不宜对他动手。为何？如今边境事务紧急，护市在即，如果我们此时对白山动手，恐怕会打草惊蛇。不如皇上这是要养虎为患，等他们内外勾结，里应外合，祸乱我大夏江山。你放肆！够了！白太师之事尚未定夺，
确实不宜动手。你们暂且退下吧。陛下，朕意已决，不必多言。看来他们已经发现了白太师的身份，不能再拖了。老东西，这是你逼我的。太奶奶，孙儿敬你一杯。若不是您这布政使的身份，孙儿是万万不敢想的。去了边关，莫要再惹是生非了。凡事都听太奶奶的。好。此去云城要多加小心。放心吧，太奶奶，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郭二了。等我这次去了边关，给您挣一个大大的功劳回来。好。老爷，老爷，老爷，外面有一个人说一定要见秦姑娘。什么人？不见。没看我阿娘正在用膳吗？可他说他有关于50年前顾家军覆灭的真相。什么？我去看看。草民赵琛求武烈公主救命。赵琛，你是当年的太子。哦，公主还认得我？起来说话。是。你竟然还活着，我还以为你早就被赵勇杀了。苟活罢了。当年我被赵勇陷害，父皇一怒之下将我废除，我九死一生才逃了出来。果然是赵勇。当年的援军并非未到，而是根本没有排除，是赵勇伪造军报，勾结北莽，才令你失去了粮草和后援。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他为了一个皇位，竟害死我10万顾家军将士。这是赵勇当年写给北莽的亲笔信，我花了50年才找到这封信。赵勇，果然是你！太奶奶，太奶奶，不好了！爷爷，他被皇上的人叫去宫中医治了。这么晚了，还议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不光是爷爷，还有韩大相公、洪爷爷都被叫走了。怀瑾，你来的正好，现在立刻去韩府和洪府，集中府中的精良部队，听我号令。是。赵勇在这个时候把安哥他们都叫进宫，绝对没安好心。得水，我们走一趟。公主是。殿下暂且在府中住下，你放心，当年之事我一定给你个交代。多谢武烈公主。来者何人？臣女秦岚求见太上皇。太上皇有令，今夜谁也不见，请回吧。让开。秦姑娘，请不要为难本官，这是太上皇的旨意。是太上皇的决定，还是当今皇上的决定？这大半夜的，谁吵吵嚷嚷的？扰了本宫的清静啊！怎么，这么晚了，还想进宫找我皇爷爷告状？可惜，我皇爷爷现在可没空见你。哦，是吗？我皇爷爷正在商议国家政事，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参与？就是，秦岚，我看你还是快回去吧，别在这自取其辱了。赵清瑶，你最好祈祷他们3个都安然无恙。安然无恙？秦岚，你别白费力气，今晚不只是我皇爷，就连那3个老不死的，也休想走出宫门半步。急召重臣进宫，软禁太上皇，他们这是要对太上皇和顾家下手吗？今天我一定要进去！大胆秦岚，你竟敢擅闯宫门，难道你想谋反不成？那加上我们呢？还有老夫，还有我。老臣龚元吉听闻恩师有难，前来相助，
求见太上皇。老臣宋睿特来求见太上皇。太上皇不见，我等不起。太上皇不见，我等不起。荒唐，都反了天了！李长风，你个小畜生，你忘了你当初是被谁从死骨堆里配出来的吗？爷爷，你怎么也来了？你个王八羔子！老子的武艺都是五烈公主教的，传你一身武艺，让你给昏君当看门狗的吗？啊！不能再等了。你放开我！父皇，以后这朝堂之事就交给儿臣。平安、韩琦、洪亮，他们三人呢？3位老臣操劳多年，朕已经安排人送他们去歇着去了。是歇着了，还是被你关起来了？父皇何必如此一问呢？朕也是为大夏的江山社稷。秦岚的妖妇竟敢绑架瑶儿，此乃造反之举，天地不容。住口！嘴里的妖妇是救过你父皇性命，为大夏打下半壁江山的无烈公主。看来父皇是被那妖妇迷了心窍。朕今天只要你下一道旨，昭告天下，将顾家打为叛党，永世镇压天牢。你做梦！朕就是死，也不会让你随缘。既然如此，朕也不必为你求情。太上皇驾崩，朕依然是真龙天子。来人，住手！瑶儿，哼，瑶儿，你们把瑶儿怎么样了？钱兰，立刻治罪！我呸！你个卑鄙小人，还敢质问我太奶奶？放肆！来人，给朕张嘴！我看谁敢！好，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人给我带上来！走，快点，快点！娘亲，你怎么回来了？你糊涂啊！安哥儿，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娘亲，你放心，我没事儿。赵勇这卑鄙小人，怕我死了，每天都好吃好喝的招待着呢。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秦岚，你是想让他们3个死啊，还是你死？自己选。娘亲不要！娘亲！赵勇，我顾家20万大军就在城门外，今日我们若不能平安回去，你这皇位还坐得稳吗？还想造反不成？昏君！妈娘若是想造反，这天下早就是顾家的了，还轮不到你这个卑鄙小人在这个地方淫淫狂吠。你们就是，况且朝阳公主还在我们手，要选也是你选。父皇
救我！秦岚，秦岚，他要杀我！他要杀我！瑶儿放心，父皇这就来救你。来来，小心！父皇，瑶儿，你不用再受这妖妇的折磨了。你怎么连亲生女儿都杀？秦岚，现在你还有什么仇吗？赵勇，你疯了！来人呐！将秦岚这个妖妇给朕拿下，凌迟处死！什么？你们也要反朕吗？这就是抗旨的下场！赶紧把这帮逆贼给朕拿下！反了，不反了！李长风，你也要反朕？别忘了，你是谁扶到这个位置上的？从今天起，我李长风不再担任禁军统领一职。我张月林已退出。将士们，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武烈公主，是我们父辈的楷模，是大夏的长城。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老洪说得对，现在这个昏君竟然让我们亲手毁掉大夏的基石，将士们，你们答应吗？不答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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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士们，昏君无道，残害忠良，屠戮妻女，人神共愤。我等身为大夏军人，岂能助纣为虐？今日，我等便要清君侧，诛国贼，为天下苍生，为大夏万年。清君侧，诛国贼！清君侧，诛国贼！反了！你们竟敢！给我上！上！娘亲，你没事吧？要杀了你！不要，秦岚，你不能杀人！你这是弑君！秦岚，我把皇位给你，皇位我不做了，你留我一命好吗？我问你，当日你是不是故意贻误战机，导致援军未至，我10万顾家军惨死？秦岚，这个皇位我让给你，你来做啊！你们顾家人谁来做都可以，只求你留我一命。可笑，我大夏君主竟然是这样一个胆小懦弱、贪生怕死之辈！将士们，我秦岚替你们复仇了！秦岚，别来无恙啊！秦岚啊，秦岚，你机关算尽，终究还是输了。你以为赢了赵勇就万事大吉？
殊不知这大夏的江山早就是我北莽的囊中之物。嘿，太上皇，当年你眼盲心瞎，错陷了赵勇这等废物，如今又偏袒秦岚这个妖女，活该落得今日的下场。你这逆贼！哼，逆贼！我本就是北莽人，你以为护得住顾家就能护得了大夏？50年前，我北莽大军就能让顾家军全军覆没，50年后，我照样能够灭了大夏。秦岚，你不过是死了50年的孤魂野鬼，你救得了顾家，救得了大夏覆灭？今日我就让你和这个老东西一起为我北莽的霸业陪葬。白山，你蛰伏大夏数十年，自以为算无一策，却唯独忘了，只要有我秦岚在，这大夏的国门绝不可能让北莽蛮子踏入半步。就凭你，如今这龙吟殿已被我北莽大军包围，你还想挣扎？那句话说得对，北莽蛮子勇多智少。太上皇，太奶奶，孙儿幸不辱命。怀瑾，此去凶险，若我子时未归，你直接带领顾家军夜闯乌门。是。上！你以为勾结赵勇就能颠覆大夏？你错了，大夏的根基向来不是那昏君权臣，而是千千万万的忠良将士，也是我顾家世代守护的家国。秦岚，不要得意，云城已被我北莽大军围困，白狼会替我灭了大夏。那就让他试试。顾得水、顾怀瑾听令，末将在。北莽犯境，大夏告急，随我出征，不破北莽，誓不还朝。不破北莽，誓不还朝。国舅在那外哪里干呢？不可能，他50年前就已经死了，我亲眼看到的。是他的鬼魂，他的鬼魂回来索命了。胡说什么？那不过是大夏找来的一个与他相貌相似的女人，一个冒牌货，把你们吓成这样啊！冒牌货，白狼，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这是谁？爹，他怎么会被抓？他不是在皇宫接应吗？白狼，现在撤军，我可以考虑给你爹留一具全尸。狼儿，不要管我！为了大王的霸业，为了北蛮的荣耀，攻下云城，杀了秦岚这个妖妇！退是死，进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既然如此，为了北莽的荣耀，传旨小心！他是要射死他爹！啊！一个连自己生父都杀的畜生，也妄想踏平我大夏的疆土。白狼，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我父亲已被秦岚的妖术所蛊惑，毅然叛国，我亲自出剑，乃是大义灭亲。将士们，随我踏平元城，为我父亲报仇雪恨！
报仇雪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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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奶奶，危急存亡之际，请您指挥此战。啊？她一个姑娘家，连战场都没怎么上过，能行吗？万一指挥错了，咱们都得死在这儿。就是啊，顾将军虽然年轻，但好歹也打过几场仗，怎么让一个外人指挥呢？我太奶奶才不是外人，我太奶奶的本事，你们不相信我很正常，毕竟我没带你们打过仗。但今日元城若是破了，北莽必定屠城，你们的亲人乡亲都会死。我不敢跟你们保证此战必胜，但我能保证，我一定和你们一起守到最后一刻。这是50年前武烈公主守北疆时用的令牌，今日我拿着它，是想告诉你们，守土卫国不分男女，只分有没有必死的决心。末将愿听秦姑娘指挥。啊，末将愿听秦姑娘指挥。传我将令，弓箭手3轮齐射，目标敌军后方投石车，重甲步兵上滚轮雷石，给我把他们的云梯都砸下去。顾怀瑾，末将在。率3000骑兵从西门出，不必恋战，给我把敌军的粮草辎重之处一把火烧了。禀命。报仇雪恨！报仇雪恨！北莽蛮子，50年前我既能败你一次，就能败你无数次。报！不好了，大夏骑兵从西边杀过来了，将军快撤吧！什么？这怎么可能？将军，咱们撤吧！撤！将军，快点，走！快看，北莽人都跑了！我们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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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终于胜利了！我们赢了！这一战终于打完了。太奶奶，云起63年，夏康帝赵勇弑女求父，武烈公主率顾家军战胜龙吟殿，拥立武帝赵琛。北莽余孽及秦国等人被一举肃清，永世踏入中原半，大夏终迎国泰民安之盛世。